呢條影片可以幫到你避免去到英國嘅時候先發現入不敷支，壓力反而仲喺香港更加之大。咁喺衣食住行裏邊咧，英國同香港一樣啦，最大嘅支出同埋使費當然好多時咧，你要知道開支先可以真係計劃到你需要嘅收入有幾多，先可以支持到你喺英國嘅生活嘅。好多香港人都仲係非常之憧憬喺英國嘅生活，一嚟嗰邊嘅樓價較低啦，同埋呢個生活水平亦都會更加好，同時嗰邊嘅教育資源亦都會非常豐富。但係你喺移英之前有冇諗過你總共嘅支出大概係幾多呢？今日我就會用一個喺英國4人家庭每一個月嘅支出去同大家分析一下，你大概要幾多錢先可以喺英國得到一個舒適嘅生活呢？想了解海外物業，我係石城 Jaden， 同我一齊放眼世界。今日我當然唔係叫你唔好移居英國啦，因為其實我自己都非常之中意英國呢一邊嘅生活。但係咧，亦都想你喺出發之前，你攤開所有真實嘅數字去睇一睇，計一計究竟自己嘅收入究竟足夠支付或者係有支撐自己嘅生活。呢條影片可以幫到你避免去到英國嘅時候先發現入不敷支，壓力反而仲喺香港更加之大。因為咧，我哋見到好多英國嘅人啦，呢2年都要回流香港，就係因為咧佢哋揾唔到實際工作或者收入係唔夠支持佢哋喺英國嘅生活，所以我哋就係想避免呢一件事發生喺你身上。咁喺衣食住行裏邊咧，英國同香港一樣啦，最大嘅支出同埋使費當然就係住屋嘅問題啦。我哋以倫敦同埋 Manchester 為例，咁如果你話喺 London 將一個兩房單位咧，其實最少都可能要3500至4000英鎊。你可以租平少少嘅，但係就一定唔會喺市中心入邊。我哋講到如果喺 Manchester 嘅話咧，呢個兩房嘅租金大概就係喺2200至到2600英鎊嘅水平。其實租金方面咧，可能比香港更加高。所以咧，其實我哋都非常建議，如果你真係移居去英國嘅話咧，就買一層你自己住嘅樓會更加划算嘅。因為講緊我喺 Manchester 嘅市中心買一個兩房嘅單位，其實佢個價錢大概係36萬英鎊至到40萬英鎊左右呢個 range 啦。咁你喺香港市中心嘅換房咧，其實係平咗一大截嘅。咁呢個租金或者係房價其實就係一個起步啦。因為咧，其實喺英國嗰邊咧有一個 tax 叫做 council tax， 咁你住喺當地就會需要俾呢個 council tax， 咁就係 for council 俾你嘅 service 啦。咁香港咧係冇呢一個稅金嘅，每個月就視乎你層樓幾多錢，或者你住喺咩嘅地區，大概咧每個月咧就需要200英鎊左右啦。咁喺移居英國之前，真係喺嗰邊住啦，咁你都要考慮到呢個 council tax 嘅支出嘅。咁你住得喺英國，當然就都要俾呢一個嘅水電費啦。咁可能大家都聽過英國前幾年嘅能源費非常之貴。其實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佢哋嘅通脹問題好嚴重。2年前至到3年前啦，大概佢哋嘅通脹水平咧係去到10至到11%嘅。咁但係咧，25年、26年其實呢一個嘅通脹亦都慢慢回落咗㗎啦，去到大概2點幾至到3點幾%嘅水平。咁所以嗰邊嘅水電費咧，而家都已經逐漸回穩，每個月大概都係150至到200磅左右啦。咁可能你喺冬天嘅時候你要開暖氣咧，咁呢個電費就會貴少少。但係相比起3至4年前，其實呢一個嘅能源費已經係穩定咗好多㗎啦。所以大家移英嘅港人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呢個 utility bill 係會非常之離地嘅呢個問題嘅。咁喺飲食方面咧，其實好多喺英國嗰邊居住嘅人啦，佢哋都唔會成日出街食飯嘅，因為出街食飯咧，佢哋嘅使費都非常之貴。你話一個pub food 或者係一個 casual dining， 其實你出親去食飯飲一杯酒，大概都起碼20磅至30磅起跳㗎啦。起碼我講緊，如果你飲多2杯嘅話咧，其實每餐50-60磅都走唔甩。所以咧，佢哋通常都係一啲occasionally 或者係慶祝節日嘅時候 weekend 先會出去食飯嘅。佢哋都會 prefer 喺屋企煮，咁喺屋企煮就會平好多啦。當然啦，喺英國嗰邊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 line 嘅supermarket， 即係譬如一啲貴價少少嘅Waitrose 或者係 Sainsbury's 啦。咁但係咧，佢哋都有一啲平價啲嘅超市，即係譬如喺呢度或者係一啲 Aldi 呢一類型嘅超市嘅。唔同嘅超市買食材咧，價錢咧亦都可以差距好遠嘅。最平一個4人家庭，可能你一個月嘅飲食費用可能係400至500英鎊啦。但係如果你係去一啲比較貴價嘅超市嘅話咧，可能其實你每個月淨係買食材都可以去到800至到1000英鎊左右嘅。咁我哋就講下交通啦。咁交通就真係視乎你住喺市中心啦，定係比較偏遠啲嘅郊區啦。咁如果我哋講市中心嘅話，咁你其實都有一啲月票去買嘅，大概係80磅至到150磅一個月左右啦，就可以support 到你喺市中心每個月嘅生活。咁但係如果你話住喺郊區嘅話咧，咁就一定要用車啦。咁
咁用車你就要買保險、牌費，跟住仲要交呢個路稅啦，呢一啲嘅支出咧加埋，其實每一年大概都要5,000-6,000鎊嘅。咁計埋咧，每個月就大概係400-500鎊左右啦。所以咧呢個錢，如果你要揸車嘅話咧，喺英國咧就真係慳唔到噶啦。但係好多時啦，泊車就冇香港咁貴啦。咁你如果住 house 嘅話，都會有自己嘅車位啦。如果你話係住 apartment 嘅，租一個車位大概都係可能150-200鎊一個月左右，咁就會比喺香港咧，其實養車嘅費用咧都會相對便宜得多嘅。咁我哋啱啱就講完呢個喺英國嘅衣食住行嘅支出啦，可能你會諗，哇咁貴，我點樣去嗰邊生活啊？咁但係啦，喺英國咧都會有一啲地方你係可以慳到錢嘅。第一就係醫療啦。咁英國佢哋嘅 NHS 其實非常之好啦。如果你係本地嘅居民嘅話，好多時睇醫生啊或者住院都係免費嘅。但係你喺香港，如果你要住醫院或者係就算係睇診所都好啦，每個月可能你都要預翻幾千蚊嘅港幣for呢個醫療嘅支出啦，咁亦都要買醫療保險等等。另外就係呢一個嘅教育嗰邊嘅支出啦。英國當地咧，佢哋嘅公立學校係免費啦。當然你要睇翻你住嘅地方會唔會係可以入到你中意嘅學校嘅 catchment area 咯。咁香港當然公立學校都係非常之平啦。咁但係你話如果要好啲嘅學校，私校嘅話，其實可能每年都要10幾萬，甚至乎係20幾萬港幣嘅學費。咁啱啱就講完你真係移居去英國嘅話嘅真實支出啦。咁當然我哋都有一部分嘅香港人或者可能大家係投資者。咁如果你係用英國投資房地產呢一個角度去睇咧，咁其實就好唔同啦。因為咧英國嗰邊嘅租金回報咧現時係非常之高嘅，同埋佢哋嘅樓價亦都仲未去到好似香港咁最高嘅水平啦。即係以一個英國 Manchester 嘅市中心兩房為例啦，咁佢哋嘅價錢大概係可能35萬起至到40幾萬英鎊左右。但係咧可以俾到你嘅租金回報咧，最少係可以去到6厘嘅。其實你喺英國投資一個好嘅物業，可能係喺大學附近或者係工作機會多嘅地區嘅話咧，扣除所有嘅rental income 嘅稅金或者係一啲管理費嘅話，好多時都係可以俾到你大概係4.5至到5.5厘呢一個嘅 net yield 嘅。比起香港都係可以淨係俾到3厘甚至乎4厘嘅呢一個租金回報俾你。綜合以上幾點，如果你話係想投資英國嘅物業嘅話咧，我哋係非常建議你會係買一啲市中心，跟住呢一個租賃需求比較高嘅地區，咁就會可以攞到一個比香港低嘅樓價，亦都係攞到一個比香港更高嘅租金回報。好多時咧，你要知道開支先可以真係計劃到你需要嘅收入有幾多，先可以支持到你喺英國嘅生活嘅。譬如你收入嘅來源係你已經喺嗰邊揾到工地啊，定係你係會用一個遠端工作去支撐你喺英國嘅生活費啦，或者你係需要一個被動收入去 support 你喺英國嗰邊嘅支出同生活嘅。如果你而家都仲想了解呢一個喺英國投資物業嘅真實收入啦，即係譬如你扣除所有嘅stamp duty 或者係 rental income tax， 你真係可以攞到袋有幾多？又或者你想了解唔同嘅地區，邊個地區升值潛力最大，可以帶到俾你最高嘅租金回報呢？我哋石城有最專業嘅團隊為你1對1服務，幫你分析你而家嘅財務狀況同埋你想了解嘅地區。如果你想了解英國物業所有唔同嘅資訊嘅話咧，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咁我哋就可以為你提供呢個 one-on-one 嘅 service， 帶到俾你最真實嘅資訊。咁多謝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